谢谢妹子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上下直播。首先非常的感谢大家喜欢看我们的穷好友的第3季，看起来好多人给我们高分，我们非常的开心。我们的愿望就是嘉宾们在现场玩的开心，观众们在那个屏幕前面看的开心，就是我们的最大的希望。如果你们觉得好玩的话、好看的话，一定要看到最后，好不好？那个后面的内容越来越精彩。好，那今天的话呢，我们准备了花絮。其实我们这么后期的时候，还是有好多用不了的那个舍不得剪掉的镜头。今天的话呢，还是给你们看一下，第2集的花絮。你们记不记得里面有一位掰手王的冠军？对，他的力量怎么样呢？其实我们拍摄之后boy 呀、少北呀，他们跟他一起对决。不过呢，首先，还是看一下这个人。他在日本对小朋友们非常的受欢迎，我们可以看他的频道里面的视频，我们看一下。不过我们节目中他的表现非常的不错，是吧？完美。好了，那我们一起看怎么样的掰手王比赛吧。预备，开始。哎呦！我3枚1万的厉害！你这个人渣，真的是你这个人渣，怎么可以这样欺负人家？禽兽不如，真的是。不是要选出一个最强的 PK 吗？原谅。看有没有机会动？你行不行？我可是吃素的。哇哦！红配绿赛狗屁啊！预备，开始。没事，死的也太快了。等一下，我们两个秒杀啊！你们两个来一下，你们两个，我们来，我真的垃圾，我真的垃圾。对呀，我没有赢过。自己骂自己。3、2、1，叫个大声，你们力量大吗？他用脸掰是吗？叔叔，用火叔叔。对哦，这样就是这样。谁来？我们3个都跟他来一次吧。我们3个。我先。啊，你真的完啊！强者的赛，绝对赢不了。这个是手速，加油！我感受到力量了。 Ready Go！ 纹丝不动。啊！我不要掰了，还要玩你。好，我们走吧，出去。走，留的使って。我不想受到羞辱。双手，两只手，真的，双手。这个肯定赢定了吧？哦，这是 Ready Go！ 什么？还有你，真是。第3者他肯定会累。嘿，3回目だから疲れてると思う。Ready Go！ 人都起来了，不行了，3个联合起来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
是不是明天早上就是这个湖的对面呀？是东坡呢，在这个湖的正对面。那他们是不是就住在这个宾馆啊？他们明天是不是坐豪华游轮啊？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既然都来到这个地方了，都来了，都已经来到这个地方了，那你带我们来这里肯定是有什么意义？いや、寝袋をお渡しします。没有，绿色是我的。那给我这个。去年就是这样的啊，不是今年年初。对，我能怎么办呢？人命了，不好意思。又是睡袋。绿色是我。就这样子，这次的话说到此为止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那最后我给你们看那个 boy 预告片的时候说到了这边的很好的风景，琵琶湖的样子。听着这个主题歌，那再见啦！